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12月25日过后，台湾嘅行政区域划分会出现全新嘅样嘅。除台北市基本上无过下面嘅改变以外，台中、台南、高雄如系县市合并改制作超合市，人口规模同土地面积如增加几多，国家新北市嘅也适度，马上会面临嘅如系本单嘅乡镇市如会改做官派嘅行政区，不过我个进一步面对嘅，这些行政区域系咪要重新划分调整嘅问题？因为系唔正变，像泰国雄市如果有为40只区哦，人口会所长有安泰，行政效率也会变唔好。不过也总可以如会等本行政区正变方面嘅行政区划法嘅草案通过立法。今日嘅节目，我哋如会看下许多有许多客家乡亲嘅台中山上地区同高雄县，谈看那生大家对改制过后嘅地方发展有用嚟嘅期待同受理。先对清南片嘅高雄县市来看，下边做一只太高雄市过后，本单嘅市同乡镇初步规划会重新划分做9只区，其中客家人口千多，包括人家嘅美浓、旗山、三拿、六龟也都区域，南北会用嚟发展，会用嚟前新嘅加程呢？请嘉玲王宣勇嘅报道。白河嘅背上背下，更容易認真做事。安家嘅天然風光係當然都成為各界添錢生活。還能按路線嘅畫面，按順情自然嘅素材，當你想想嘅行政區，讓批出鬼名額，按照高雄市民農區。2022年12月25，正式宣佈做高雄市自己嘅民農，未來每個縣做轉。到其他高雄人所住嘅鄉鎮鄉莊，做下為往年大高雄。因講嘅高雄度，未除老本單嘅高雄人士合併做鄉下。未來嘅高雄度人口總數為咗278萬，面積2945平方公里，劃做9只區，平均人口30萬。除了人口最多嘅三明區、老鳳山區維持冇變，其他包含咧本單嘅高雄市11只區，也係高雄人26只鄉鎮，做下做嚟動態嘅轉變。從係其中最多客家鄉親大嘅民農區，咪係合併咧本單嘅民農、旗山、三拿、甲線、六龜兩道。客家兩張5度地盤面積最大嘅度，係講最好整合經驗，發展成果出做得讓個頭牌。尤其係客家鄉親最多嘅民農區，當然都當期待。12月25日開始，高雄人和高雄市這兩隻地區就會正式合併下，變做一隻超過250萬以上人口嘅度。喺呢統體嘅經費和規劃增加同時，有啲人也開始會問。兩但包含客家莊在內，甚至係及配角嘅地方，南北嘅都市到綜合嘅差別，會較細掉麼？村落聚落哈，比較可惜哈，沒有做很好的這個規劃整理哈。但用縣市合併以後哈，用直轄市的這種縣市的這個層級哈來做講哈，較好嘅都市景觀規劃，也係講哈城鄉的一個整體風貌的重建，係講兩係哈。做得本兩的客家總體哈，客家的鄉鎮哈，有一個重新翻轉的一個機會啦。有給好處啊哈，你變啦，我去跟行政院客委會要資源的時候，辦的都是我這個對象服務的對象，資源這個資源服務的對象全部都客家人，那時間正當性更高啊。整合經驗同時規劃，當可能本單嘅各自位置，提升到就好發展。從為財最近都市化嘅條件廣告，除咗啲換咗方式來思考，到相對來講係落後嘅民農地區，提速做重燃發展。三軍啊，這個軍事這個學校呢，哈，有陸軍官校啊、部校或者是這個幼校哈，上面學校呢，哈，一啲鳳山嘛，那鳳山是都會區。這個土地價值非常高，一開始講啊，能夠將一個上面學校集中起來哈，遷到奇美地區。那奇美地區呢，哈，一開始個一個軍事學校能夠殺到這奇美地區哈，那你會帶動奇美地區非常快速的一個成長。除了土地就得統合運用，其發展就得通盤考量。下邊選嘅高校嘅高雄市，
地预算也是自然利用好，为咗老饼做太嘅效果，仲係本單福體特色嘅時期，係要giảm體特發嘅回國體系，督助機會重新整合。很多的原来高雄市的市民会担心说，如果跟高雄县合并之后，我们会不会各种的条件都下降？我本来可能可以再提升，可是被高雄县拖住了。我觉得这一点也多虑。因为什么呢？因为高雄县虽然提升跟高雄市一样了。他们可能在各项的福利以后都大高雄都都一样，但是不要忘了，我们也多了腹地，我们也多了可以举债的空间。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更可以做更多的招商配置，我们可以做更多的可能是旅游的、居住的，我们各种投资的分配。同屏东县政府同高雄市来比较的话，可能也係一個區，可能係一個第一個一個科一個課的一個能力。當然，我哋送押東西，當然礙於一個經費。你冇聽錯講啊！迄種縣市嗰邊以後資源變態嘅，資源變態以後呢，就是講啊，安尼，錢冇個多，可以推一個客家文化。選舉嘅好處從而依到，就係人事合併、資源統一、行政效率可能提高，甚至經費預算都會增加。不過咁正經很好係。高雄市同人哋合併呀，有乜個感覺冇啊？唔啲合併對高雄人士有乜個好處？宣布嘅農民是希望下好過一個，是唔過包含咧三拿、六桂也都蔬菜，總人口數加起來少16-17萬，相對係高雄度地位人最少嘅民農區，就到人出售，未來可能會半年變人化。但高雄县市合并之后，总人口数有272万，但是去上去，加迄个体乡下去上4-5万人。如果都是高雄县市合并之后，剩下体乡下去上去的人口占规个高雄市的人口地位无到6%。行人再提下价位就占其中一部分的，可能无到2%，甚至无到3%。听情况底下大家都讲喺市政当个资源分配方要按都讲。也按少人口剩下嘅按法律处理当个，大家呢種喺資源上嘅對待當個難免喺政治現實當個會容易被邊緣化。高雄市周邊地區呢，因為列為嘅市政的一個重點嘛，我們那邊奇美地區呢，就是偏遠地區啊，可能短時間之內呢，一定會被忽視掉。人口少其他區入辦。民農也有蔬菜嘅鄉情，當然講啲經費也係建設好，冇數人注意，甚至講融都是觀點，估唔到綜合提起。希望是安尼的，唔是都上是市長是個太，當然先顧高雄市啊，也顧高雄縣啊，當然鄉下都過採購嘛，當然我是貴啊。用過。市長都演市民啊。每个地方区域文化发展用的方式来投入做建设，也系重点。唔係講人口較多，人做較多，咩唔係一樣去啦。所以講呢條鄉親應該放心啦市政府都規範希用兩隻區域適合用搬運的方式來推動做主要的一個重點唔係講人口會多少來做資源的分配。外面中央期待當然未中央講。中國會對住隻想法，貴就難為隻想法冇人貴。不過一次本意係就係佢會提起嘅鄉親，對未來未做建議。民農跟各省的南面上係有6季南偏3個客家地區來講，其實1季嘅客家人所生活喺文化上係有到產業上嘅關聯性雜問題啊。所以都是大家喺縣市合併地位喺談呢種鄉鎮嘅合併也好，另外其他嘅。做啲其他嘅一種文化還有產業管理性當中重新去思考人嘅合併嘅企業上嘅重壓啊，唔係講只一下用看法嚟講，以上真嘅一種企業方式嚟講，這個對地方發影響不大嘅。奇美地區呢你假如說以人口比例來講的，我們那個地方呢人口比例也夠細啊，所以將來你整個一個市政的一個資源的一個分配呢不能單用人口比例來做它的依據的用都市整體發展來講，確實總得用人口數來做經濟，天朝為了提供市場擺體制，所以未來大高雄計劃
主管机关未认识，为了客家族群下多嘅民农批，上网出现提出嘅风气，发展东体产业。当时在旗山、美浓、六龟，乃至于纳马下乡、原乡地区，它是把它列为是整个农业的特区，是一个观光的特区。那既然是这个有这样的一个轴线拉出来呢，它就必须跟都会区有同等的预算配置，有同等的资源分配。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会认为那里有它的一个独特特色，反而容易发挥。你俩为的客家乡亲不是烦恼讲有边缘化的问题，应该政府意思讲认识他边界更加多资源我的输送都按你俩客家影响来他们认识他边界泰国勇士要成立农业处针对按你俩农业人口还有客家人迁到务农的农业人口要成立农特产品的产销拍卖中心这样方式把你按到的客家乡亲务农乡亲有经济上面有活络。美浓本身就是一个不可取代的一个文化重镇，客家文化重镇，伊本身就有盐的，本身就有安尼火黄的，本身就有人特别叫人突出迄个盐叶啦，迄个山叶皮的嘞，这些都是痕迹啊。那个本身来讲的话，应该是不会被边缘化了。老高雄时期某乡中，农业为主嘅民农区，按到嘅主流农产都受消费者欢迎。無論係木瓜、菜頭、貓頭、鳳頭倆豆，啲市場行都做東河嘅名聲。除了農業升級，民農地區難為找不應惡農嘅，未出係細細嘅鄉鎮，實有三不啷嘅博士安放嘅文化，所以用百年結合農業觀光、文化悠閒，甚至發展變做產業價值，當當以美啲嘅思考。行上行下唔懂民農山下，而且算係高雄人非常講嘅客家台種民農領域，對挑擺以來朝朝當當嘅農產也係文化歷史。呢下高雄人士喺夾強下以後，有當然就建議按貼片按有豐富文化歷史嘅地方，係咪能擺做到本地變做一隻傳奇呢？比如講南埔六隊體系嚟講，也個偏向嘅鄉鎮，客家人適種嘅蔬菜，睇下下邊嘅過程當中，係咪做得重新規劃到以文化本位地位？尤其將高雄縣一片羅農係以北，到民農南美縣跟六桂南片客家體系嚟講，重新擘做一個新嘅客家特定區，過用非常多客家本位嘅方式去思考也對整體嘅地方發展但是因為講以下呢個大家參考嘅方向有一種想法就講，他們有合併分區嘛，合併鄉鎮做一個區然後取名右隊區，有一種這樣嘅講法，係講不管怎樣嘅方式你係用客家總體用你嘅客家文化嘅藝術元素來經營不然你哋客家莊更加多這樣嘅客家元素，用呢個方式把啲客莊做你泰國勇士觀光旅遊導覽一個親和嘅素材，係啲係你認識下邊時替中央嘅工作。然是合併係歷史大事，對素材研發嘅泰國鄉來講，可能係當初大嘅課題。就佢了下大家都當做想法嘅世界，填出一啲就來去上鄉起啲，可能重要嘅係為咗離片嘅交通。未来让我们所有的区域，即便你在原乡地区，到达了一个可以医学中心、医疗照护的地点，它的这样的一个距离，要跟都会区的差距不能大于一定的程度。换言之，你可以享受到世外桃源的这样的一种环境，但同时你也可以用便利的交通，立即达到了可能医疗资源可以享受的部分。發展區域體這個部分呢，第一呢，目前解決交通問題交通問題目前對外呢有國道10號，但是像國道10號呢還是不夠而且也希望講這個整個都會的這個所謂的輕軌捷運呢也能夠快速的規劃延伸到奇美地區。交通係建設之母，就嚟離片嘅連接公路，高雄人士合併，將為住平衡嘅友好發展。到這種重點，並對客家人嘅傳承嘅高雄時期裏邊，難為住片嘅台民農兩片，適係住下多嘅財體產業，讓客家人分
为处事为重新规划，不过应用办嘅实现，高雄人其实懂清楚。防止一种所谓地方发展的边缘化哈，大家个创业一点系那个地方有起风来啦。好，那个地方你主要起风来，都讲对地方应用的发展以及发展方向哈，这样东西要有咧，都讲高完整的一个规划。对于人口越少，所以唔多上有一态啊，那不然谈得到啊。迄个人口少，唔上也变细化，家都无法出来，因为有东西是都政治性是地位都势必到时候在整个政治资源分配当中都已经要过社会啊。